Hello 大家好啊！灣區接力強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啊，今日唔係喺外圍，我直接帶到我哋客戶過到嚟我哋廣州嘅琶洲呢個中心點啦。嗱，我哋而家介紹俾大家嘅係越秀地產嘅，我哋一個國企嘅企業。咁另外嗰個咧睇到啦，我哋琶洲Win57嘅一個公寓。咁我哋呢度賣乜嘢咧？而家剩低落嚟嘅只有47同埋67平方啦。咁又係一個4米半一個複式嚟嘅，但係呢個複式咧，俾你感覺係唔止4米半嘅，咁啊喺現場先至感受得到。咁啊睇睇我哋呢度，我哋個周邊，我喺入去之前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嚇。我哋呢度佢個回報率大概係去到5.49嘅百分比啊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大家睇睇周邊呢啲環境啦，佢個租金係去到邊度，同埋佢嘅月租金、年租金。包括日租金都有嘅，因為喺度隔離就係我哋交易會嚟㗎啦。咁啊每年咧都有好多一個展會喺度辦嘅，咁啊所以咧佢嗰個出租率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啊大家睇睇啦，呢個就係先同大家喺外圍簡單咁樣認識一下先。咁啊接落嚟咧，我帶大家入去我哋嗰個銷售中心睇睇我哋嗰個地理位置，然之後再大家上樣板間睇睇。OK。嗱，我哋入到嚟我哋大堂咧，其實你睇外圍，睇完外圍咧，睇大堂，亦都知道我哋一個氣勢去到邊度嘅。嗱，一般嗰啲咧就好簡陋嘅，但係我哋呢度睇到直接個空間感就已經夠你睇啦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喺我哋入去我哋嘅公寓之前咧，我哋亦都係配備咗好多呢啲咁樣嘅驗證先入得到去嘅。唔係話隨隨便便揸住個飯盒可以入去嗰啲地方嘛？呢個亦都顯示到我哋一個管理嗰方面嘅一個智能嘢啦。OK， 嗱咁我帶大家上去睇睇先。嗱，我哋呢個電梯間呢度咧，大家睇到啦，客梯咧就有2支，咁咧上到去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嗰個樣板間所對個景色係點樣嘅。因为咱这个板块的话呢，是属于广州目前就比较核心的3个板块中间嘛。广州的话，现在3个核心，要么就是珠江新城啊，要么就是琶洲，要么就是金融城3个地方。然后咱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核心区，也是属于琶洲啊，也是依靠的广州就是广交会展来对外打开的一个窗口吧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真的是属于做生意的一个发源地吧，可以这样去理解啊。所以基本上客户也是比较认可就这一点的。然后琶洲的话呢，它总共是分为4个片区来组成嘛，就是分别是包含西区啊、中区啊、东区啊和那个琶洲南区。然后咱项目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属于在中部的一个琶洲湾5区，属于西部区位，也西部区，琶洲西部区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比较成熟一点，像腾讯啊、小米啊这些企业总部的话，都是属于在西部这个片区。来，这个就属于琶洲目前在卖的一个豪宅，就琶洲南 TOD， 基本上是卖到10几万一方的。12万左右，对，9到12万之间。咱们项目名字呢叫琶洲湾5期嘛。这个图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属于实景图的了。这个还是去年所拍摄的一个图。包括周边的话呢，都是一些企业总部，像37互娱啊、树根呐，包括还有腾讯啊、YY 啊、阿里巴巴之类的，都是在我们项目大概在1公里范围之内吧。这里是周边就是一些企业总部真正进驻的一些详细。在这2年之内，这些企业总部的话都会搬进来办公这样子了。咱们琶洲湾5期下楼的话呢，就是18号线摩铁沙地铁口，大概是124米这样子。这个摩铁沙地铁口的话，它是有2个地铁线，一个是属于8号线，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这个18号线。这是周边3公里范围之内的一个生活圈的了。比如说在1.5公里范围内，我们有3甲级的医院有3家，2公里范围内的6个4大公园，3公里范围内像 CBD 顶流商圈，去到珠江新城啊，基本上都是很方便的。我们整个琶洲这一块，目前只有咱这个是唯一在卖的小户型，周边的话都是大户型，像海浩啊。卖的这个是公寓还是？公寓啊，公寓啊，对吧？其他地方的100多的话呢，都是商业大平层。商业大平层，对，也是属于商业。你看都是最小100多、150多、300多180。那种大户型的话呢，可能就有竞争力，在咱这个小户型就比较稀缺了。就是国家琶洲经济开发区已经把琶洲以后不会再拍这个商业地块，也把它限制住了。
所以你现在所买到的这些商业，基本都是属于2022年之前拍的地，啊，后面也不会再有的了，所以就属于双层稀缺嘛。稀缺的那个产品来的。对，稀缺的产品，再加上本身周边都是大户型，稀缺的小户型，所以属于双稀缺的一个地段了。然后这里呢就讲周边的一个租金的一个对比，咱们帕多湾5期因为明年才能收楼，我们有明年啥时候？明年年底。年底。年底收楼。带不带装修的？我们带装修。带装修。啊，全屋配备那个中央空调。哦。这种，对，这边的话基本上租金的话，30多方起码租金租到6000的，然后47方的租金起码租到8000块钱的，67的话基本都是1万块钱起步了，去租的了，因为这边也是有对比的嘛。隔壁的邦泰公寓、平层的都要租到5000多的了，稍微远一点的，像保利天悦这边呢，30多方的中空都要租到6000多，所以我这个位置又比较稀缺，所以租个8000多块钱是很正常的。在这很多客户也比较关注一点呢，就您这边的租金这么高，那人家能不能租得起，其实也是一个点嘛。因为咱周边都是企业总部，这些企业总部他们上班的工资呢，基本上都是属于2万多、3万多到4万多，而且外加人家在这里上班，公司一般都会有一些租房补贴嘛，所以基本上你这个房子5000、1万块钱，人家也是租得起的，就人家工资能够支撑得起，对不对？能够消化。对，能够消化得了啊！你工资3、5千块钱，那人家肯定租不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卖的那个价格是？我们现在卖的均价大概是4万7、8左右了。4万7、8。对，4万7、8这样子了。来，目前只剩2个大户型的了，一个47方，一个67方，30多方是已经卖完的了。还有30多方的？賣完啦，30多方沒有啦。對啊，這是整棟樓的一個介紹的啦。嗱，而家我哋過到嚟，我哋個樣板間就係我哋越秀嘅琶洲灣57啦。嗱，帶大家睇一睇咧，我哋嘅單位咧分別有2個嘅，因為30幾嗰啲已經賣晒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呢個主推咧，亦都係一個47同埋一個67嘅，咁啊好見用嘅噃。嗱，我哋先睇睇個積先，就係47啦，方方正正。咁啊入去睇睇佢個膠標係點樣啦。嗱，膠標咧，佢入到嚟。首先強弱電齊晒喺度，然之後咧亦都配到一個咁嘅櫃，咁我俾我哋即係有啲臨審嘢啊，翻到啲戒指咧掉晒落去啦，反正唔值錢嘅嘢。哦，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咧佢做得比較好嘅嗱，佢亦都有一個獨立嘅淋浴間，咁啊將乾濕啊分開嘅。哦，咁啊佢依個佈局咧雖然係細細地啊嗱，但係咧我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。咁睇到我哋嘅廚房位置咧，有一個走廊間，走廊間咧佢亦都係配備咗我哋上下櫃，包括我哋抽油煙機、電磁爐同埋洗衣機，咁啊亦都係一個品牌嘅一個膠標嚟嘅。嗱咁我哋睇度咧，我哋嘅樓高咧係4米半嘅，但係我感覺上真係好似唔止4米半咁樣噃，好高喎！啊咁啊，佢而家依度咧底下咧就係擺張床啦，啊你唔中意擺床嘅又可以做沙發啊嗰啲，咁啊反正佢呢個就係做一個大廳嘅佈局。咁啊嗱，睇睇我哋呢個外景啊，我哋呢度嗱，嗰度咧就有條扭紋柴啦。我哋廣州人俗稱扭紋柴咩咧？就係個小蠻腰啦。咁晚黑咧有啲燈光咧就好靚仔嘅。而家咧係早上，所以咧就先睇陽光嘅，晚黑睇燈光。咁咧嗱，你唔好講噃，嗱我哋呢度亦都可以睇到光景嘅喎，有氹水睇到嘅喎，哦。雖然喺2棟樓之間，水為財都睇到㗎。咁啊，上去我哋嘅2樓啦。嗱，呢個2樓咧就係我哋嘅臥室啦。嗱好大噃，佢係利用咗我哋即係走廊嗰部分。通常走廊部分咧就1米嘅啫。嗱，呢棟大廈係比較寬闊，所以喺度攞到1米幾嘅。佢嚟到原來咧幅牆嚟到度嘅啫。咁啊，將外邊呢部分咧，佢亦都佔用埋，就做咗一個。你話去梯級式嘅又好，可以做一間房做床嘅，亦都夠晒大。啊，呢個贈送空間嚟嘅。嗱，咁佢呢度咧亦都配置到一樣嘢。呢度擺熱水器嘅。哦，因為熱水器咧，佢唔能夠擺喺廚房啊，或者係一個衞生間嗰度，呢個係安全性嘅問題。咁啊，配帶到一個電源啦，咁樣做一個去水位。呢個去水位做咩咧？佢就可以喺度做一個間斷。利用入邊做一間房，咁啊呢度上面就好闊落啦。而佢呢個標準咧，佢亦都係可以喺度擺到一張床位嘅，亦都係一個房間嘅位置。咁啊睇下你係點樣啦，你點樣用咧就係自己嘅判斷啦。咁啊噴淋啊、煙感啊，基本上嗰啲全部都備齊㗎啦，因為佢呢個係一個
商業嘅住宅。咁啊嗱，另外睇睇我哋呢個外景咧，其實喺度都好舒服嘅。咁啊雖然話4米半喎，但係我哋上到嚟完全係唔感到壓抑喎。嗱咁啊，基本上呢個就係咁樣啦，同大家介紹。咁啊，依個單位咧，其實賣幾多錢咧？總體嚟講，佢就大概係200至210，左右啦。睇樓層啦，樓層有啲高啲嘅就輕輕就高少少。咁啊，基本上價格都咁。咁啊，而我哋呢個出租嘅位置咧係比較好嘅。咁啊，稍後出租嗰啲再同大家講。咁而家睇完我哋47嘅咧，就帶大家睇睇我哋67嘅啦。嗱，67就喺隔離嘅，隔離呢個咧就係67方啦，同樣係方方正正。咁喺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樣板間。咁啊嗱，我哋見到佢入門之後咧，呢個鞋櫃，哇！呢個真係着數好多喎。嗱，大啲嘅單位就得多到咁大個櫃啦，嗰個得少少嘅部分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嗱，衞生間亦都差唔多，但係呢個衞生間個淋浴間比較大，同埋咧佢有個窗，有個窗咧就係有一個好處就係通風啦。通風咧佢就將嗰啲濕氣啊、水氣啦可以排放。喺度仲有一個窗台俾你放好多嘢。咁啊，依度咧係啦，呢個座廁位比隔離又大啲嘅，比47嗰個。咁啊，即係1分錢1分貨啦。嗱，咁我哋睇睇先。廚房位置同樣係，同樣係呢個3個品牌，亦都係固定嘅嘢就係有嘅。咁啊，當然呢啲咁嘅唔值錢嘅嘢咧就係自己買。咁另外一度咧，嗱，呢個就係有一間房啦。呢度咁靚仔嘅，自己整落去嘅，連塊膠片就得㗎啦嗰啲。嗱，呢度咧個房間咁啊，我見到嘅嘢都係冇㗎嚇，淨係一個齋房嘅啫。咁啊，全部係配晒中央空調嘅。咁啊 OK 啊，一間房要求唔高嘅，佢可以自己去鬥張床嘅，連依度入邊都延伸埋嗰20公分，咁啊夠晒闊啦。因為佢個窗台位嚟嘅，咁佢樣板間咧，佢就淨係買份嘢翻嚟擺啫。咁如果我哋好多時咧，如果現場做就 OK 啦，延伸到過去，利用埋空間。好，咁啊出到嚟呢度睇睇我廳先。哇！呢個光呢個景啊靚仔啊，270啊，一個曲尺位。嗱，往往呢啲咧都係喺大單位佢先係一個喺個轉角位嘅啫。咁啊，依個就67方，同啱先嗰個唔同咧，嗰個47就爭咗20個方，但係觀景嗰方面咧就爭好遠啦。咁我哋都上去睇睇我哋嘅2樓先。上到嚟呢度，佢就有一個小房間，呢個小房間你可以嚟做工作室，其實住都 OK 嘅，睇下你點用嘅啫。你夠住就唔使整咁多床啦，嚟自己做一個休閒室又好，畫室又好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呢度有一個大啲嘅房間，嗱，呢個標準啲啦。一張咁嘅1.5米床，佢可以分兩邊走廊，而且呢個床頭櫃位，其實完全可以拍埋嚟啦。咁闊使鬼攞80咩？成米喺度。通常攞40-50足夠啦。如果張床可以挨埋呢邊咧，出邊嘅空間大好多啦。咁嗱，佢度亦都做到一個類似衣帽間咁嘅嘢。如果佢做個衣櫃咧，就壓抑啲咯，俾你個視覺感。而家咁樣就開揚好多啦。感覺上亦都係闊落好啲。咁門後邊就冇嘢玩噶咯喎。就係咁樣啦。呢個就係67方啦。咁67方嘅總價基本上去到315上下啦。咁啊多到20方啊，多成球嘢。咁啊睇你點用啦。咁嗱，而家又講翻轉頭啦，我哋講埋個租金啦。其實我哋攝影師咧喺我哋嗰個一個標牌嗰度咧，亦都拍到一段就係周邊嗰個租金嘅回報率同我哋呢度嗰個比較。咁啊，當然有啲客戶咧可能會即係懷疑啊，或者佢自己嘅感覺上，喂，啲客人究竟有冇乜能力咁貴租呢度咧？咁樣。咁啊，我哋其實頭先喺呢個嗰個展示圖嗰度同大家介紹過，因為周邊嗰啲企業嗰啲全部嗰個月薪都2萬幾3萬幾嘅咁樣。佢如果你租過呢一間咁嘅嘢住咧，佢係綽綽有餘嘅。咁啊，尤其係有啲小夫妻啊，咁啊 OK 啦。有啲如果係即係譬如講兩個人合租嘅咁樣，咁啊更加好啦。其實一個人去頂上啦，揾咁高工資。
嗱，基本上嘅內容就咁樣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而家講埋先啊。嗱，呢期節目咧，我哋都差唔多喺度叫結束㗎啦。咁啊，大家記得係呢個訂閱我哋嘅頻道灣區置業。咁啊好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我哋再去下一個。OK。